个要尖叫一下。对啊。你爱个声啊袂输，啊像你用安烂迄个声呢？你嘛，你记一个较好听的，人咧爱来搁记一遍，搁一摆。我震撼咱的，你搁一摆。你我后面我唔知你会安呢，我唔知你爱叫会记呢。咱熟悉吼，15外年，我唔知你会记呢。通常我是拢请朋友歌袂记啦。哦，因为今仔日过年，我嘛爱记一下，啊，大家做伙记安尼吼。1、2、3，做伙记，变起。水。水吼。有你安尼这个加强落吼，大家拢赚大钱，钱大赚，对不对？讲吼，大家这种智慧啊，过年的期间吼来拜拜上盖好。哦。嘿，咱这爱求用，咱这包公，咱这包公大人吼，包大人保庇咱平平安安、顺顺时时啊，财源滚滚。尤其你若有啥物冤情，你会当来甲申诉。是啊，我嘛想要来甲申诉呢。无，你有啥物冤情？因为我拢吼，定互我补，去到补遐甲订暗。订不啦？订不啦？为什么？今日阿姨咧面盲怪，就甲我订落。然后咧？我就切开啊。然后咧？我不讲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啊，拢安尼啊，我要来申冤一个。对，好久没有看到了。对呀，恭喜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祝你越来越美丽。祝你越来越英俊。你即摆是咧糟蹋我，完全明大家嘛知影我有可能会缘投咧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真缘投呢。真诶吼。系啊，你注意看，目睭平顺，鼻仔搁嘟嘟，嘴搁灵角，灵角是好话哦，有棱有角啊，你看，这个面你甲看，有请财神爷来报道。今仔你看米拉摩呢？咱诶龙千里，伊讲诶，讲我真正是财神爷真赞。恁吼电视上，佮包括平常时啊，嘛罕去看着我诶耳仔。耳仔。我的耳朵。这对来甲看嘛，这对。哎呦，有啥上杯无？你看，看落去上杯呢，你看，哇！真正足少看。长命百岁。祸害于千人。我也是爱讲好话啊，讲好话。说好话啦。感谢，谢谢。来，讲真个，通常吼，伫野幕上，观众朋友看到的龙千里边啊，一定要有缘投，有男朋友。为什么缘啊无？你唱歌拢家己唱。我男朋友足侪，你是讲？你的人个，你是我心目中的神嘞！你安尼破坏掉我是对你的爱慕。你拄我甲你讲的，唱歌的男朋友啊，你拄我讲无？对啊，我你甲你讲唱歌男朋友，你看我唱歌男朋友，真正在你身上，四句好大连抓变样高低到低。低后无？我你只低吼，你只低是较散一顺的低。较散的低哦。对。哦，来，银行有男朋友了吗？有，当然有，你们想不想看？想不想听？想听哪一首？男人情女人心的。哎，男主角唔知来无，我唔知。啊，不然你看他有来无好啊？来，我叫一人破声，欢迎我龙青叶男朋友袁小迪。青春偶像。袁小迪。
是我。早有人知，但我对爱兄的心。早无人的心，但我情难的心。你只我情，是不平。爱情的心有。 心肝疼。